呢邊個朱寶恩哨佢，真係俾朱寶恩哨到，左路落底，左腳地波傳中，漏晒後邊空晒，右腳控翻去左腳位，輕鬆攻入，好快就1-0啊！咁今次哇有爆嘅，俾何美美。哇！朱寶恩輕鬆1分鐘啫，已經連入2球。睇 Maggie 點樣做傳中啊！哇！控晒朱寶恩梅開2度。右邊底線出嚟中間空晒漏晒，朱寶恩3冇子氣法啦，20分鐘都冇。咁當然仲有另一位就係 Happy 啦，加埋朱寶恩即刻射入中場。哇！瞄住個右角爭啲啊，爭少少曲墜啦！依下如果唔係墜落嚟咧，就係世界波嚟噶啦。係啊，都幾難救㗎啲球。即係見佢個樣，見到兩位個樣都好相似，但係朱寶恩攞翻個波先，得定，射得，哇！世界波冇啦，頭先嗰場應該有啲刺激嘅對佢哋。閃燈啊嘛，閃燈凡車一閃燈就係㗎啦。B 你有冇事啊？但係咪咁樣放咧？好嘢，好嘢。Vai!